种奇妙的韵律，两位阿姨手染的将蚕丝拉整抚平，转眼间一床蚕丝被在层层堆叠中逐渐成型。我们这个就是做品牌的，品牌的就是要有一个信用度。你没有信用的话，人家不可能源源不断给你买东西。叶慧娇说着，上午才有客人从北部找到台东来买。家庭工厂出产的蚕丝被，靠品质维系口碑。它烧，可是离开的话，它马上会吸掉，然后味道很浓哦。对，就是一个说个难听的，就是动物的尸臭味，要不然就是烧那个烧头发的味道。对，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动物纤维。而蚕丝业在台东曾经很辉煌，高中地理课本上明白写着，70年代池上是专业蚕丝加工区，外销日本、大陆。对，没错。对照惊喜，叶慧娇颇有感触。我们那个公司收减就是产检，从资本一直收到花莲的凤林，这种东西哈是一个比较少人经营的行业啦。那如果我们没有投入的话，根本很少人买。于是，蚕丝公司的女员工继续生产蚕丝被，还想着蚕丝商品可以更多元。这把透排蚕丝是国际法官专用假发，连国剧演员也用它来做胡须。更特别的还有这块平面剪，日本女人的和服带用的哈，或者日本女人她穿的那个有没有？他们穿和服不是穿那个假血吗？它里面做那个木屐里面的衬底，因为它这个不会除臭。真蚕丝的确妙用多，得不偷工减料，才能真的冬暖夏凉。我们看这样一床，拉出来哦，其实很蓬松嘛，是，对不对？是非常有弹性。哦，懂有弹性呢，很有弹性。用飞黑手工做嘅，哦，引力黑速工做嘅，因为是手工的。一缕缕蚕丝曾经赚进大把外汇，产业规模不复见，但有心人依旧在。懂有弹性呢，引力黑速工做嘅。懂有弹性呢，引力黑速工做嘅。